这些新的一些方法哈，他有教一些教一些年轻的他们小孩在学习。啊，那无嘛是一个人做，无伊每个人的处境。所以你反退就丢啊，你可以造福那些本家。是吧？开始好。我就不说的怎么好啊，反正我自己会看到的想到的就说。是，随便。对，让人可以。我觉得他这个画家呢，用笔啊还是很够胆嘛。是。而且呢，比较活，用笔用的很好。他都不是死抠死磨那种，画的那个很轻松。而且呢，就很贴合那个实际生活比较那种意念很浓，反映那些生活还有那个色调还有用笔就是很放得开，很熟练的感觉，给人一种。而且他那个水粉跟油画那种，那虚实的处理非常好。还不错。你看那人物那些虚，很到位，不错的，一层一层那个。什么地方可以加强的呢？什么地方可以加强的呢？他这些已经很整体了，他自己的处理都比较好了。是。觉得那个虚跟实那些环境那个融合，画得很轻松。那个整个调子那些处理色彩对比都是非常好。是。他这个比如那个小狗，它主要的部分很绕到紧，然后这个虚了很好看。对。很棒的，这个显示他挺有功力。然后光线的。对啊，那个对比采得很好。对。而且那个素描效果特好。是。这小狗画得很好，挺棒。好，谢谢。那我们来看看这个。这一组的色彩就没得说的了，特大胆了。我觉得色彩跟色块了，颜色的对比而且就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就会从这里来，我觉得。用笔你看很大胆，很随意。就是中国画里面的大写意一样，但是它更有那个味道，就是色彩比较浓，色块比较明快，而且很抢那个眼球一看这些很喜欢看这些比较有这个抽象的感觉，也有很有那个西画里面的味道，也有中国画那种大写意那种味道，觉得非常很轻松。是。就随意就可以发挥出来，而且那个效果也特别有效果。是。这些肌理上的处理利用那些瓦楞纸很好的表现那种质感，你画出来就很难画，做得到。然后那些一搞出来那个味道就特浓。留下好多空间让人家去想象嘛，不是一下子就画得很具象，都不用人家去想了，人家一看就不想再看了，然后人家看下来特别有东西看，慢慢看上去我就这样的感觉。好。还有一些印象派里面的那种印象效果。很轻松很写意，而且不用一点一点的抠出来。你要看上去朦胧，给人就是那个印象就很深刻。是。要是你慢慢磨搞出来，不一定就有这样效果。对。好。这是另外一位的。这些也有他们的风格，他们表现的东西都不一样。是。每个画家的心情也不一样。所做出的表现是根本是两码事，而且迎合很多观众。有一些观众就喜欢看宁静的，
对，很文静的。有一些观众喜欢看那个冲击的，对，激烈的。是。有一些人爱唱歌一样的嘛，喜欢激烈的disco 啊这样啊，有一些就喜欢邓丽君的温柔的。没有错。这些是那各有的味道，都反映的比较有特点。是。而且他画这个海的也是很有功力的，画的不错。这些就反映了台湾对乡土的。实际上这些台湾跟我们大陆的有一些相似的地方，都是同根嘛，可能都表现了一些民间的东西，都是比较有特点。特别我觉得喜欢这些生活的味道啊，生活味道，对。庙会啊，是。还有收获啊，这些都是很有特点。有生活的那个味道，对，这些更能够保持那个民间特点嘛你看那猪很大，来对比庙会上，他的功力呢就可以反映当代的这个文化背景这个是。这可以保留的几十年以后，那有一些时代进步了，以后都没有了。没有错。它就是一个美好的回忆。对。这些经典还有这些耕牛对，这个都很容易扣进我们农村里面那种生活。对。反映我们那个时代没有错。你现在用牛来拉车，可能就没有了。现在当然你看上去就。是。你要是画汽车来拉就没意思。没有错。画个牛来拉车，是不是特有意思？对。就是可以引起一些联想。我觉得这张也很好。对。摄影那就摄得很好。对，他这个摄影就很高档，功力深厚拍摄那个我就说不过去了，我都不会怎么说了。对。我就觉得这几张都是很好。对。太棒了。虽然你们这个画展呢，这不大，当然都比较内容都丰富。对，他们也难得一年才碰一次头嘛，这样。是啊。这个是汪老师的，对。汪老师的这个色块就。对，他的色块，对。就留有很多空间余地，让人家去想象。是。因为他就是西方的口味是特浓的这种做法水彩。这是另外一个。这个那水的味道还是比较浓。是。但在造型上就欠缺一点。是。不过他可能真的也追求一种有一点呆板那种感觉而且画起来也算轻松了。是。比较轻松。那就配上一些书法这样子来诠释他的这些甜蜜歌声。都是他自己的写的。对。他就。谢谢，就好就是我咧想要改天再来联络，像联合会咱年会要题词这个。都各有各的特点嘛，就是一个画展，不要大家类同。对，当然。类同那就没意思。是。都有得看才行。吃的这些大鱼大肉也看一点小菜。是啊，那将就丰富多彩。是。还有就显示各自的那个不同的方式表现嘛。对。特点就是比较浓的这样。情话语。你这又字又画配合到一起了。这画。
虚虚弯弯的啊，那色彩也好清楚啊。够水分啊，你那些画起来啊，水彩就要含的水分要够高，够多才行。就是水分再多一点是吧？水分。不是啊，它现在这个水分都好多。是。不够啊，这是说明水，它敢利用那个水那个媒介啊，画的也轻松了，不像一些顾得太死的就不好看。是。书法跟你没比。特色怎么样？还有什么特色？我是把书法跟画联合哈，融在一起。对，就一套。收藏。同时你可以欣赏画书诗画印。印章是你这个科吗？印章不是啦，印章是别人。不错啊，你都花了好多功夫下去。你对美术都是很有追求啊，我就站远一点看你那些水，什么的感觉？那种用水用得很好啊，还有那素描的效果也出来了。他也画水彩。我的水分还没有你那么放胆用。对，我是那人物我要跟你学，你的人物我要跟你学。还不够放胆啊，胆子要大一点才行啊，看来。这个方老师的。他有国画的底，他以前画国画。你写书法。他没有。对。看到这里。对。装饰画也有啊，非常好啊。寓情。朦都不错，好。对，多向你们学习啊。哪里。